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对台湾以及台语文化，我讲唔对边。我记，我即个我歹加调，我要大家知影讲，我大概拢是重新录的。我那会吃螺丝啦。我重讲一解。这我无要加调。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好，来，大家好，过一礼拜我是阿迪。你好，我是龙。咱顶礼拜讲这个宜兰的冥婚的文化，冥婚国语做冥婚啦，冥婚冥之中自有注定迄个冥婚。那当然，咱平常时较无安尼讲啦，咱冥想迄个冥啊，咱是讲带香的呐，啊，个即个当公啊婚，带下狗某，当然安尼讲对下狗是对无法度讲的人是较无礼貌啦，但是主要是形容讲袂冤家啦。绝对是无讲迄个歹意啦。那宜兰真正是世界拢有即个冥婚的风俗吼，真侪哦。对，原住民咱先无讲，以汉人来讲，你行路无细入去弄着人，伊可能就甲冥婚有关系。差不多会使安尼讲，即个遮济，毋是伊本人，就是伊的兄弟姊妹，伊的亲戚50朋友100，所以你若听完了有想起讲后住伫宜兰的朋友，较少年的朋友若毋知，你叫伊去问因爸母看觅，基本上拢有啦。阮家己的亲戚都有两，我所在有两，其他无问啦吼。朋友嘛有啦。像我家己吼，我的二姐吼，还有我共一间办公室的同事，其中一个因老爸都有带香烟仔，另外一个同事嘛，几落的亲戚有嫁有娶拢有。无讲毋知啦，就讲哇，那遮做诶。我的顶四的亲戚厝边嘛拢有做即个冥婚的。所以这无啥物好费气啊啦。其实伫宜兰这是算讲较无遐禁忌的代志，无遐避讳去讲这个代志安尼。所以即马咱嘛是爱来真情提要一个。顶一集咱有讲到即个，甲大家介绍冥婚嘛，叫做带香烟仔、带下狗某。宜兰原则上无捡红包即个习俗，主要用的是离婚，拢直接方式。每人讲，也就是讲亲情的方式。即款的结婚就叫做同公仔婚。是安怎做同公仔婚？咱南面会讲到即个仪式的时阵，就会知影。什么款的情形有冥婚的即个需求咧？顶一集咱嘛有分女方甲男方无共款的需求来做说明。女方主要就是过身了后，希望有人来祭拜。你爱结婚了后，才有你若无结婚啊，就无法度入咧人翁婿即边的房。所以你一定要结婚，入你的翁婿的房了，才有资格写伫咧公妈厅翁家桌顶的即个祖先牌位顶面。若无你就要送入姑娘庙，敢若无主孤魂安尼共款。所以毕竟这是男性为主的社会内底，女性较悲哀的所在。当然即嘛是较无即个问题啊啦。咱无伫婚安尼啊，咱真侪拢是送即个肋骨塔，对啊，真侪拢会安尼当过去姑娘庙较济啦，当主要就是用肋骨塔都较无单的婚啊，大家拢共款那咱阁有讲即个冥婚的女性，就是还未结婚往生的内底，阁分做3款嘛，包括细汉就夭折的，就较早死的，大汉啊，但是无结婚无对象，因为破病、车祸等原因来往生的，过来就是即个要结婚已经要结婚的即个男女朋友做伙去拄着车祸即款，也是其他的问题即款的意外查甫活落来，查某过身的因为感情好，甚至已经伫讲亲情所以双方都拢同意讲互因结婚这拢有。那男方的部分就是第一，就是你去算命嘛，算命先甲你讲你有双母命，甚至3个某、4个某，真侪某的命。我是咱较早的反正大家人听讲几落某命，感觉讲这真爽你若带拢带即款的，你甲看你左拥右抱安尼，甲互你左拥右抱安尼互你揽看觅，甲你揽调调安尼。所以就靠即个带香烟仔来保护甜。
讲看你几个拢甲你保护管安尼。第二个就是改运势啦，人伫落水或者破病拄着即款情形，身体欠安啦，厝诶无顺利啦，是事业上诶问题啦。身体欠安无一定是你本人哦，当时反正你跟结婚，可能是你诶某、你诶相拢有可能，甚至囡仔嘛拢有可能，影响着，拢有影响。第三个就是伫咱头前讲诶共款，就是讲即个男女朋友，即个咱都无讲过，无讲啊，共款诶情形。是讲伫咧伫遮我想要讲一个新闻诶案例，新闻诶即个 case 就对啊。伫咧15年前有一个即个伫咧英国读博士诶陈先生，这拢查会到诶新闻哈。即个陈先生甲即个姓郭诶女朋友已经交往6年啊，6年毋是2年哦想要到即个郭小姐伫咧2004年诶时阵，因为意外煞来过身。最后即个陈先生就决定讲毋管咱若嘛想要娶即个女朋友做某已经交往遮久啊。即个时阵就想讲其实即个郭小姐伊细汉时阵就有一个破病来死去诶小妹仔竟然就做伙娶，所以伊一概就娶2个香烟仔。这是新闻顶有伫写应该有啦。即个代志都是发生伫咧宜兰，所以你讲，即个讲宜兰凊彩一查都是宜兰的故事，无毋对即个案例特别想要甲大家分享即个。所以即马咱就要来进入大家应该想要知影整个即个流程、整个过程当然每一口罩真正伫办即个当讲婚的时阵，因为虽然组合的关系，组合无一定拢会共款啦。组合是一个台语当定伫用的一个用词啦，咱就是讲有方便无即个感觉。也是来自日语啦，词語即叫做詞語反正就是講，雖然都迄個關係，加減攏有一寡無共款的所在有的人較簡單有的人辦較複雜攏有。像咱即馬叫共款，有的人簡單有的人要足澎湃啊，有的愛鼓勵，有的愛創啥攏有。幾項12例，有的講不用啦，你帶去就好啊。你願意帶我就阿彌陀佛，真濟款。所以說來講，即個過程是一個大方向，主要是方便大家來了解。但是這上每一口罩攏一寡小可無共款的所在。那拄開始佇講到即個當講婚。一開始愛先議婚討論會議共款的議婚。咱若以進前講的即個5查某囡仔過身就是即個方式來，即個情形來講，伊的父母就先放出風聲。若有熟悉媒人報嘛會甲因講阮的需求是啥物，伊毋是講你有人要娶，阮就要嫁嘛，毋是安尼所以伊嘛是看人開條件講我愛需要啥，甚至有的講愛做啥物頭路的，愛創啥較正派的人嘛有所以這時陣媒人報手頭就一寡適合的對象伊就會帶這鬧出這個人伊就這個對象就帶這個查甫來到女方厝內，第一父母愛看會過眼這個會使啦，生做嘛一表人才真將才啊，是安那相貌會使正常啊，至少莫安尼奇奇怪怪安尼過來上重要當然就是要嫁這個新娘的同意。所以就愛帶伊甲查某囡仔面頭前來跋杯，若跋有聖杯，所以就會甲男方厝內，因為查某答應啊嘛，過來就查甫這邊公媽嘛愛答應，所以兩邊攏愛小講一個啦，所以就愛帶去這當話到男方這邊，媒人報就甲男方這邊來鬥相共甲這個男方的公媽、祖先公媽來跋杯，講好聽呢。男方的祖先嘛攏答應，這門親屬算基本上就是講定，就兩邊攏答應嘛。那當講婚一般是咧下晡來舉行誒，因為甲一般結婚無共款。譬如講你若鼓勵結婚話婚是透早就愛，大家攏透早精神啊，對無？愛拜堂啊，拜爸母愛迄開先舞一寡有誒無誒真忝較串關較搞剛去串關迄迄基本上攏透早就去做啊啦。看真濟人結婚攏是透早6點外就愛精神啊，真辛苦。若一般結婚過來就是定價就是中晝。暗時啊，這都是配合食飯。對啦，因為咱即擺唔是講正式的婚禮，咱講婚禮本身其實攏是早起，天光了就開始。因為你即擺咱改時間攏平常的結婚是，因為配合食飯的時間，個路途，因為兩方面的所在無共款啦。主要就是這個習慣。等來你講者。但是若是這個當講啊婚一般都是下晡就是咱講3點至5點做申時，過來就是5點至7點做酉時，這兩個時段為主，攏會使。但嘛有人半暝啊嘛有啦，有啊。真濟款只講主要的時段是這兩個時段，申時甲酉時這個時段。所以有一個
早起还有即个电粉的规矩的嘛有，你若有电粉就早起处理啦，即咱若以有电粉的情形来讲吼，即时阵新郎甲即个媒人婆对做伙来甲新娘兜吼，甲新娘兜了后咧，就爱有即个新娘的喜事晚辈吼，像卫生啦、爹啦，人伊无结婚嘛，伊家己无囡仔，但是就卫生爹啦即款的会请即个新郎来落车吼，所来媒人甲新郎吼，就会甲即个进前咱伫议婚的时阵讲好，比如讲女方有决定讲爱几盒的喜饼，或者喜饼大饼吼，一般是12盒为主啦，吼，还有2副色的行礼爱赶出来，摕出来，媒人婆吼，就会代表即个新郎甲手指放伫咧香烟仔的头前，女方家长即边就会拜即个公妈甲公妈讲，今日想互咱即个查某囡仔吼，有人来送订，有准备即个行礼甲饼要来甲咱祖先来祭拜，即个要拜拜啦，对，了后就个烧金纸放炮啊，但这放炮啊，就甲一般话粉无共款，咱一般话粉惊人毋知影一放一大罐喎，这就是数就好啊，意思是就好嘛，毋通伤济吼，不敢要记住一个安尼吼，袂使安尼放一数就好啊。女方即边若讲祭拜即个祖先结束了咧，会甲6盒的喜饼甲一副行礼献互男方，退回啊，但所以即副是袂摕来拜公妈的，虽然摕2副，敢若拜1副尔，反正一定爱摕来吼，摕来了搁互摕转去，互男方会使摕转去拜家己的祖先，共款来拜祖先。我定好安尼，这基本上算讲是订婚的仪式真简单，但是订婚仪式结束了后咧，女方就开始做真侪准备啊，这其实拢是女方较麻烦啦。订婚好了，女方就爱替咱即个香烟仔吼，甲即个原本的东公啊，咱顶一集有讲着讲，恁若查某囡仔真早就过生要采一个东公啊，伫厝或者是灶骹是壁角安尼，你用东公啊缀着，比如毋管你是要用即个水蜜桃的管啊，是要用来管啊，箍一个红纸，箍一个红纸呢，写伊名吼即个时阵咱就爱换新的物件吼，东公啊换掉，换成香炉，细卡的香炉，因为无摕到天公炉大口，这细卡就好啊。这旧的东公啊放水流，即个所来准备归属的新衫吼，袜啊、鞋啊，甲烧掉，这毋是要来穿的，甲烧掉烧互即个查某囡仔吼，甲即个查某囡仔讲，这物件拢是要互你的，你着爱来遮领收，过来着跋杯，烧到差不多着跋杯问讲，你有收着无？若开始有收着了，就甲讲咱收着了，咱爱先来去洗身躯吼，爱带伊去洗身躯。当然伊是无身躯通洗啦，讲实在已经拢无啊嘛吼，无身躯通洗，但是会甲讲，因为等于讲用即个香炉来代替伊的身躯啊，所以即个香炉爱切爱洗安尼，所以甲讲，这时阵咱拄则讲即个衫裤吼，顶都已经烧甲变糊啊，用挂金吼来甲即糊扣一挂起来，放伫咧香炉内底，吼，甲即个香炉赶去即个液镜啊，吼，咱那宜兰遮像我家己厝过去会讲福禄镜啊，对，因为日语内底有福禄，就是洗身躯即个空间吼，所以福禄海路就是入去洗身躯的意思，所以阮遮有当受着日语的影响，讲福禄镜啊，吼，较早定安尼讲，我即嘛嘛拢有用，其实就是液镜啊啦，吼，讲意思拢会使。就会甲摕入内底吼，外口爱切切的，但是你要切即个香炉的水嘛是有规矩的，毋是讲你凊彩水道水拍开就会使用啊，吼，你爱先准备一卡新的面桶，内底倒入饮用水，饮用水就是烧水、冷水、同齐。饮用水其实有真侪款讲法，甚至有迄落有一款是爱不见天色的井水，吼，就是上下骹拢毋捌拍过日头的井水，甲无捌着涂骹的即个落雨水，你袂使捌着涂骹拢袂使，爱信这2款水咱嘛有即款讲法，但是一般上方便的，你无可能等下个时阵啦，所以一般即伫使用的即个饮用水主要就是烧水、冷水各一半吼，同时甲倒落安尼。即个骹桶内底吼，面桶内底佫放一支灵眼木来手机。灵眼茶啦，灵眼就是龙眼。我拄则嘛，咱伫开录之前嘛有讲着讲灵眼即个讲法吼，其实灵眼我是当调讲用即个讲法，但其实咱毋是安尼讲吼。灵眼咱无伫讲灵眼即个事。咱这灵经，其实我都调讲安尼讲啦。其实咱是讲比如讲茶，咱灵经茶。灵经味。灵经味是啥？你就是你毋是茶。你讲爱做灵经味，吼落去安尼。灵经味咱甲按落来，一支即个物件吼。有晓啊，我拄仔调讲灵眼其实毋是宜兰的讲法，我调讲咧念。捌听过啦。我知影讲金门敢若是安尼念。灵眼，安尼若中南部有灵眼，
甲硬硬，就是就高水，但是我实在听袂惯是讲无习惯。阮家恁安尼讲，你若去买水果咧，我要买恁硬硬，大家想讲你伫讲啥臭奶的感觉。咱既然是讲零阮来讲零警，零警即个发音会加较清楚，零警，零警话拄则咱就是龙眼啦。即个词我嘛毋捌用过哦，你讲零警话，零警话对，毋是花哦，吼，零警话，就是手机落来，有叶啊，安尼有带叶啊，安尼吼，内底佫放一粒熟的鸭卵，甲一粒熟的鸡卵，吼，做伙放一个即个饮用水内底，准备一条新的面巾，面巾就咱毛巾啊，吼，甲即个香炉外围吼，切的切落清气，擦即个算讲洗液啦，替伊洗身躯的意思。洗液完毕了后咧，即女方就准备6碗的菜碗，包括即个鸡肉、猪肉、鱼啊，佮鱼丸、青菜饭。来祭拜即个香烟仔，即个时阵毋是爸母来拜啦，爸母一般是无伫拜囡仔，时大是拜囡仔，所以所有的喜事，恁若厝内有其他喜事，孙仔啦、弟仔啦，若真正拢无，至少要有小弟小弟嘛，还会使，就其他人拢做伙来祭拜，拜了咱就是咱拄则讲的即个新时也是酉时的时阵，咱会来迎娶，迎娶的即个时间，就是下晡3点至5点，或者是7点至5点至7点，即两个时间。过来就到迎娶的阶段，时间到了后，男方就由媒人陪同，做伙来迎亲，新郎手捧米斗。米斗内底就会放挂金，米斗人听有无？米斗就是一个较早底米的一个甕啊，较大一束啊，但是敢若讲啊共款，但是较大。但是你莫大较摕无法了。肯定莫大较伤大啦，但是爱有一个，莫有一个跨度，因为你若无够跨内底放真侪物件，你也无法度放。你敢若挂金就要放个12支以上。安尼你家己去想迄个面积啦，嘿。就差不多12支至16支的挂金，挂金顶管佫会放一张红红的圆纸，红纸啦，红红的圆圆的红纸，讲起来倒头，圆圆的红纸，红纸拄好是即个米斗下面即个底面的即个面积大小，差不多大小，因为咱们会用到。新郎到新娘兜的时阵，新娘兜的即个女方的时势，也是细汉的即个查甫囡仔，可能小弟等等都要摕一个圆盘底即个冬瓜糖、冰糖出来请新郎。就赶快食甜甜啦，虽然是无法度生后生，但是嘛是爱食甜甜，甜甘蜜甜的意思啊，讲感情好安尼请即个新郎落车入厅来听候，这时阵米斗就互即个媒人摕入去厝内，搁较内底去，甲即个米斗内底6支挂金摕出来，咱当讲准备至少12支嘛，其中6支就会摕出来。这6支挂金摕出来了后咧，互即个女方会摕去拜祖先，过来甲米倒入去，因见到叫做米斗，当然是底米甲米倒入去，即个米斗内底差不多6-7分满左右，6-7分啊，红纸搁放伫顶管甲盖起来，就变一个平面，红纸的平面。顶管即个搁来放拄则咱讲的即个香炉，香炉内边搁会放一个即个香火碟啊，细细角角的红色缀着安尼红色碟啊缀着，叫做香火碟啊，内底会写伊的名，伊的生辰八字。敢若像咱即马挂香那个，咱若去庙有当时会去求一个香火碟啊，过来即个骨灰留搁有留骨灰嘛，留一寡骨灰伫内底伊个顶管搁会写伊的过身的时间，当时过身的香炉内底除了即个即个火呼了就是咱都有烧，进前咱讲伫订婚了会烧即个伊的衫裤，烧成灰嘛，放伫香炉内底，但是香炉内底但灰无较济嘛，爱搁去买，听讲爱搁去买一寡新的香灰来淋，安尼过来。每人都会伫米斗外口弄一束内衫裤，因为这是即个香炉甲即个米斗较做伙，变讲伊的身躯的感觉，所以你要替伊穿衫。所以啥啦，新郎无伫做即件代志，因为这是新郎等伊穿好出来所以你袂使替伊穿。等甲错啦，所以内底就要等伊每人无伫处理这代志。爱弄一束即个内衫裤甲外衫即束衫后壁佫真侪用途，咱下面较晚会讲到。过来香膏爱夹伫香炉内底2支香顶悬，一蕊红花夹伫香炉边边啊，香炉边就有2个把手做香炉边。破链拄好围伫咱即个设伫咱即个香炉4周安尼4周空安尼就围一空安尼过来手指咱订婚嘛结婚嘛有手指手指嘛是共款放伫香炉边啊，过来佫一项物件嘛爱放伫米斗内底最重要，叫做香炉卡。
香炉卡知影是啥物无？哦，你讲来。其实香炉卡就是讲这是一笔钱，香炉卡其实是一笔钱，定金骗金的个啊，骗金是查甫爱出的啊，这是查某摕哦，这是女方摕，其实是补贴女方要补贴男方日后，因为我打嫁查某囝互恁啊，你因为已经过身啊嘛，所以即个墓仔征收以后嘛要维持。哦对，伊会改到3工啦。征收即个改建即个墓仔的钱，吼，其实是爱加一位嘛，嘿，改建是女方爱出的，叫做香炉卡嘛，放伫米斗内底，哦，这拢全部人放做，包括鞋啊、袜啊，当伊个帮伊穿内衫裤，帮伊穿衫吼，过来。咱首饰嘛拢有啊，包括你的破链吼、手指吼、等等耳膏，过来就是鞋啊、袜啊，就放伫即个米斗下骹做伙放咧。全部处理好了后咧，女方厝内的人吼，就是会甲即个米斗放伫咧祖先包围头前，会放一个即拜道吼，放伫顶悬，啊，互即个点即个3支香来禀报祖先讲啊，今日像再去跟禀报讲落定嘛吼，咱就讲啊，禀报讲像要嫁啊吼，啊咱。就爱过来甲祖先拜别啊，比如咱两家吼拢平安顺遂，辞别一个呢，来惜别一个吼，来甲三时一个，就讲啊，甲祖先讲一个，啊嘛保庇讲咱，嘿，保庇两家拢会使平安顺遂，两家伙拢好好过啦。对，哈，过来女方就会甲即个米斗吼放到前厅来听候新郎啊，新郎一上车开始吼，你个放就爱放转去啊嘛，啊上车开始就爱画。即个香烟仔的名吼，某人，你过所有的桥吼，你只要要过桥，拢爱讲啊，上，我要过桥啊，吼，每过一座桥拢爱安尼讲，你做啥物动作，你要落车、上车拢爱讲，嘿，伊才会知影，可能无伊会分袂清楚啊。过来到了男方的厝内啊，对无？哈，到男方厝内了咧，男方的即边就有囡仔请新郎甲新娘落车。男方若是已经结过婚有囡仔吼，就即个囡仔来负责，啊无就共款就是一寡喜事吼。喜事来甲伊带啦，会请新郎新娘落车。即个时阵，敢若即个囡仔会使吼，其他人拢爱撇开哦。吼，咱即个亲戚全部拢爱撇开，卖伫现场。吼，请伊落车了后咧，所落来就是新郎会甲即个米斗吼，咱当放真侪物件伫米斗内底。放入去到厝内来拜道顶悬吼，就交互即个第二先的来做夹路，夹路最重要。直接夹吗？嘿，会做夹路的即个仪式，但是夹路当然有伊的仪式啦。夹路的规个过程其实是女方会有人伫现场，一般就譬如讲小弟啊，吼，也是讲家长嘛有嘛会使啦。哦，伫边啊，伊爱看我亲目睭看到阮兜的人夹路入恁兜的房啊嘛，有正式我爱就是即件代志嘛，吼，所以因有人会伫遮看。敢若成入户口安尼啦。啊，有人会见证啦，讲女方会使互伊安心的见证安尼。啊，夹路的时阵吼，就是第二先会为即个米斗内底，佮摕起3支香吼，摕起来了，插入去男方即个祖先的即个香炉内吼，因公妈听即个香炉内，所来新郎，若是本来都当讲已经有娶某啊吼，即个外母就爱徛伫咧椅头啊顶悬。伊袂使踏地哦，徛伫椅头啊顶悬来单独一个人，伊一个人尔来拜大姊、拜码头啊对，你爱拜码头，当厝诶有大姊啊吼。毋过你之前偌早结婚，你当拢是细汉诶吼，你拢是小妹，你爱尊重大姊，所以你爱来拜大姊。我咱讲死者为大啦，所以毋管你结婚偌久，香烟仔拢是大姊。唯一有差别就是讲，你若娶第二个香烟仔，较早娶诶开始嘛是大姊，就无跟到，就变第三啊。你若娶3个香烟就变第四，你永远拢是上尾迄个。在世你就是上尾迄个无度吼，就是照安尼顺序来拜诶。都算是你就算娶迄个是你诶小妹，嘛是共款买啊，对，我知。啊，过来就是即个小妹拜好了咧，新郎就甲全部囡仔做伙来祭拜，过来祭拜安尼。然后所有人拢拜完了，外母诶囡仔都爱有一个爱过磅互大姊做囡仔。这时阵就是过磅最重要的。爱写过磅诗啊。嘿，这个时阵第二先就甲这个香烟仔，甲伊就开始来参详，哦，毋是讲我一个囡仔互你演都无代志哦。爱讲啦。嘿，毋是讲你规个人互伊，啊，都会使吼。伊算规
几分啊？啥？嘿，对，无对，嘿，你真正有接触过的款。有，爱写几分？这囡仔一般会切做12，毋是家囡仔真切做12分啦，但是会分成12分，吼，就讲几分？这第二先就帮你问讲，这个囡仔3分过互你，好无？啊，伊若无等好啦，无加1分4分，好无？嘛袂使伤济哦。来去，安尼迄袂使伤济。我拍拉紧就对啦。你袂使讲规身咯，规个靠带去嘛，毋是办法。不行。所以就是几分安尼若讲你会使，我会使，拢无问题了，咱就会拢答应就写即个过房时，你讲着过房时。咱即马讲这过房时，我插个口吼。老爸嘛捌写过房时，因为因的职工吼，应该职工嘛吼。早都无去无去爱讨嘛，因为无共性，就无囡仔，伊早就死无囡仔，无囡仔就会来讨，就拢爱写，所以讲我知影讲写几分，对，这个代志，有几分的问题，是安尼来。对，所以伊过房时拢会一定有写即个物件，你老囡仔一定有写即个物件，袂使全写款几分，袂使全部，只有几分安尼。一个囡仔会分做12分啦，我是毋知，但是就是7分到几分安尼。嘿，毋是10分，拢是分12分，分12分，你袂使伤济，拄好就好，就个安尼画拍拉肯啦吼，所以拢嘛，即个过房时嘛，烧好过后烧好大纸了吼，就即个祖先的牌位顶悬，就会甲香烟仔名甲写起哩。从此以后，即个过房的囡仔吼，就爱叫即个大姊叫做妈妈，或者是大妈啦，叫妈妈嘛会使，叫大妈会使。其他伊若有其他兄弟姊妹啊，原则上嘛，拢对什么妈妈吼，拢会安尼对咧叫大妈吼，就拢会对咧叫。但是当然固定有一个才是真正讲写过房时啦，安尼分。写完过房时了，新郎还有一件代志爱做，但是这件代志吼，我想要后壁再来讲，难免甲大家说明吼。咱先比论讲这件代志已经做好啊，对，还未讲到这件代志做好了，就要先来食饭啊。一般咱若外婚是请人客啦，但是你若是像这款带当讲婚吼，带一到某是无啥伫请人，原则上是无伫请人客，当然有一寡特殊的案例有。但是无济啦毕竟你新娘嘛无法度来敬酒啊，所以嘛无方便啊。主要就是厝内家己较亲的一寡亲戚还是厝内人伫厝内做伙食饭安尼就好啊。是讲煞来连续3工食饭的时阵你咱叫大姊来食饭即个外母爱叫大姊来食饭新郎的正边嘛爱空让一个位出来，该摆一个，爱摆一副碗箸一箱箸一块碗咱用一块伫算一块碗一副就对啦。总共加起来碗甲底就一副啦，一副碗底爱留互即个大姊，新郎的正边爱坐大姊，新郎的倒手边就是即个外母坐所在。现在下晡啦，我知影讲有的所在习俗，因为咱是当讲婚是无用，比如说用做红鞋啊啥，毋是红鞋就是用一个人形，一个红嘛算红鞋就是小洋娃娃迄款的迄个红仔来做代替，迄我感觉足恐怖，你边个放一个红的，即放一个红仔，我可能无法度。但是咱既然是无安尼，就是因为咱就是当讲啊婚吼，是用米豆安尼，所以其实是无即个物件，你就是只要就是留一个位互伊就好啊，安尼留一个空位一副碗伫咧安尼，一副碗伫咧就好安尼吼，所以因就是食，安尼就算讲是暗时大家做伙食饭，陪做伙食安尼。安尼啊，即个3工拢爱安尼食啦，那食好了后咧，咱暗时啊，因为已经真晚，开始就是重点来入洞房。入洞房就问一下大家上想要知影入洞房啊，饭食好了，上重要即个洞房花烛夜，拄则咱有讲即个食饭进前，新郎去做一件代志，对无？这就是为洞房来做准备。咱还会记得无？这米斗内底还佫放啥物物件？你记咱在米斗内底放足侪物件除了香炉以外，佫有诶无诶物件真侪首饰啊，拢有啊。佫内底佫放伊归属诶衫裤，伊诶首饰他的贴身衣物伊诶袜啊，伊诶鞋啊，伊诶大新内衫裤，所以即个时阵。衫裤都爱铺伫咧面床的正手边，那个铺落枕头顶悬就爱放伊的破链，放伊的耳膏，等于一个安尼照摆落来就对了。袜啊甲鞋啊放伫面床骹，边个准备一双红色的衬拖新娘嘛，或者准备红色，准备啥？准备衬拖，因为半暝要行大的时阵较方便啦。但是我是无希望听到这落声啦。连续3工。
外母拢袂使甲新娘，根本拢袂使甲新郎困，袂使共房间拢袂使困啦。就这3工新郎一定爱一个人吼，加一新娘房内底陪这个新娘啦。甲新娘做伙困，所以你若是迄款一个人困着，感觉讲冷冷清清就无伴，暗时无人教陪单迄款人吼，我是建议你讲这几工家己棉被爱教好，无吼人替你教陪单，可能无一定较烧好。袂啦，迄心肝袂安尼啦，这家己较注意。家己爱就毋好讲遐济。过了这3工。假使讲拢无啥物代志啦，吼平平安安顺顺时时过了这3工了啦，都有归零。咱若包括外婚过去的传统拢有结婚3工了，愈查某这边吼新娘爱等外家等后头回娘家啦，归零了，毋是就结束啊。咱讲归零迄工，乡的那的后头厝，伊就会敲电话来通知即个新郎甲即个外母讲，爱转来后头厝做客啊。查囝爱来啊。即个时阵，外母就爱甲新娘房内底，新娘房内底，咱拄则讲准备好的这衫、这首饰、这鞋啊、袜啊，全部穿起来。你爱穿大姊穿的迄束衫，你等去正式查囝代替大姊转后头。即个因即个时阵就会准备一寡即个单咯，就是爱转后头安尼。正式登记即个干妈会举起来，即个老爸老母。即个大姊的老母就会认即个外母做客查某囝，等讲甲查某囝共款咧，小你看连穿都穿因查某囝的归属的衫安尼。后头厝嘛会准备一寡物件啦，因为因转后头心当会炸一寡单路转后头厝嘛，后头厝嘛会炸一寡物件，准备一寡物件，要互因翁仔某炸转去，包括一般啦，包括一对即个带路鸡，甲甘蔗，希望感情愈来愈甜共款爱即个仪式啊，即个仪式拢有。有的人会较搞礼数会准备较济物件拢是一寡好听的意思。手啦啥，摕转去就对啦。但内底上重要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叫做挂暗钱。挂暗钱啦。挂暗钱啦，咱只安尼讲啦。但是我只看到因资料内底写是拢用写挂暗钱。对啦，但是咱只讲拢讲挂暗钱。习惯讲挂暗钱对哈。咱挂暗钱就甲有做正式。咱包括咱即马来讲吼，现在少年结婚吼，咱依然拢有即个咧。外关系就毋知。外婚的挂暗钱是拢伫创啥物用诶？共款意思拜公嘛，甲因禀报。男方去女方遐时吼，男方就会准备去甲因的公妈拜拜安尼，迄样阵就是跟他确定所以就咱依然拢讲做挂暗钱。其实这是男方一般是会早来互女方这边，对无？对，因为女方迄边公妈拜，对，因拜好了，其实会若是伫冥婚内底吼，因会个即个天一卦，包转来互即个查某囝，就是即个客查某囝，因为即冥婚内当官婚内底有即个挂暗钱，就是安尼。一般啦是讲要互查某囝做婿客，讲是安尼讲啦，因为毕竟即个是传香烟吼，嘛是一般就是讲补贴男方即边吼一寡钱，毕竟有人愿意传嘛，所以有当时钱就准备真济，所以即重点就是即个挂钱，真济钱啦，真好咧，所以就是会有即个物件安尼吼，互因厝内。补贴一寡厝内开销，因为规个结婚其实嘛拢爱真侪钱对啦。原则上啦，整个来讲，即个过程中吼，大部分的费用拢会是女方这边来出钱，包括就即个想讲，你就要甲因带，感觉也很安慰啦。所以像你讲，有一说补贴的心理啦。包括讲咱做风水的费用，拄则有讲有即个香炉卡，包括挂暗钱嘛，是拢有即个需要。我目前拄过吼，甲即个冥婚有关系的人内底吼，都有咱顶一礼拜嘛讲，比如讲有同房3工讲无啥物感觉的，嘛有迄落一对姐妹就是在先阿姊已经结婚几多年小妹讲要嫁袂了，毋是嫁袂了，就是过真久到尾甲嫁一共一个翁嘛有，但是只讲小妹嫁来就变成大姊咱都人讲即个。对啦。嘛有人讲伊有拄着即个带香烟了后，已经结婚，本来就结婚吼囡仔有弟弟，但是囡仔足歹摇饲，定破病，带香烟了后，囡仔变成真好摇饲，因为即个囡仔嘛过放互大姊嘛有一款讲法。
所以真济啦，就是有听说啦，嘿，对，主要是南方这边定定有一个讲法，是认为讲会互家己即个厝内的即个运势啦，规整个拢较顺遂，人嘛较袂破病等等改运的即个讲法伫咧过去是安尼讲。一般来讲啦，所以一般来讲，大家认为讲串香的那对厝内是无败害，还有帮助。迄就是可能基因并毋是讲迄两个，嘛毋是讲你要娶就有啦。是啦是啦，嘛即个物件也嘛毋是讲强免强就有法啦。这毋是免强的啦。这是随缘啦。有些命运讲，有诶各方面拄啊，你有迄个卡合自然就好啦。毋管咱当然讲，即个帮助人，毋管是即个运势啦、身体啦、囡仔啦，拢会变啊较好。但是嘛有一寡我有看过一个有记载的案例，较特别是讲，伊是讲结婚了过一段时间，即个翁煞拄着车祸受伤，南方这边拄着车祸受伤，伊身体即个查甫本来身体就无算真好，所以一直安尼起落颠倒，身体就一直无好安尼，一直欠安，就去请示神明就讲即个香的讲，我不要你来陪我。所以小妹就外母就办一道请大姊希望讲加安大一个安尼，是讲你莫安尼乱啦，安尼意思是安尼。过无偌久，即因翁嘛是来过身啊！即个翁过身的时阵，即查甫才33岁尔所以嘛无一定讲绝对啦吼。所以讲这个事情嘛，真歹讲，当然是那会当平顺是尽量啦，那无嘛莫强求啦。对啊，所以即个物件就是讲你要拄到一定拄会着，只是讲依然开始即款的风俗非常之济啦，所以讲嘛，家己我即边嘛，拢会拄着真济无共款即款例一问才知影讲原来真正是有啦。你今日讲起，我才感觉足济。阮家己本身，阮老爸我娘家边，阮有老爸甲阮阿舅总共2个人，但是因为一个小辈，阮老爸有一个小辈，我叫阿哥，吼。本正是即摆咧讲故事，讲要对我，阿哥呢对你也无共辈啊，无就是迄阮迄阿哥毋知影想讲看，也是安那是大人讲嘛无清楚，到尾有一个讲安尼毋对啦，你爱去嫁，吼，到尾即摆就伫对足有名呀，阮即个阿哥到尾就认啦，就嫁嘛，就甲嫁去迄当阵什么新冠肺炎一个。大兄，阮迄个阿哥即马就大兄，到尾闭后闭后，闭后，阮迄个阿哥到尾就甲嫁。是伫迄边个啦，闭后应该拢是原住民吧？无，毋是，阮迄个家庭不是原住民，伊是住伫南部的汉人。闭后算南部啊？应该是。闭后是南部乡啊。所以讲，爱讲起来，我不哩济咧，我朋友啦，啊个亲戚啦，好多包括讲我大官嘛是有，对啊，所以真正是这讲起来实在是真济真普遍。补充一个，你讲到闭后这个物件闭后就是伊的华语叫做闭后啊，闭后社区、闭后部落，但是台语叫做闭后，对，有当时无法度完成照字念，有当时成为迄个闭后。这个音应该是来自这个泰雅人台阳因为遐南澳主要就是台阳这个族群。是原住民的，但是部落的讲法其实较无共款。对，但是这部落内底嘛汉人大啲，阮家庭就是后来我爸爸、我阿哥，伊就本来嘛可能少岁安那就无伫了后，甲我真大汉，我20多岁，我甲知影甲讲应该去甲嫁。嫁阮就认阿哥转来啊，无阮本来是拢无阿哥啊，就是拢都是嫁了，嫁了我就伫来。所以知影讲查某囡仔有当真可怜，就是因为敢若无嫁翁，你都毋是一个完整的人。敢若无法度人奉台安尼啦。这是希望当慢慢即个物件嘛，因为风俗慢慢嘛是已经无啊啦，都甲规个社会嘛有关系。所以讲了那遮济今日讲就。世界拢是我的亲情朋友，世界拢是，所以你来宜兰，我讲那外县市的人来宜兰，真正无小心行路去弄着人，质量可能甲迄有可能有关系。你莫安尼互较恐怖，但是不要紧，袂安啦。即个阮遮这毋是讲遮禁忌的代志，所以不要紧。好啦，这太普遍啦，迄是咱正经
无法度想象的吼。系啊，好，来，依咱的即个东讲啊分的风俗，总算嘛是告一段落啊吼，咱分2集来讲即个故事啊。毋知影大家对即个主题这边的即个主题有啥物想法咧？这一集的内容你听了，若是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 也是 Mixbox 留言互我，另外嘛会当到 Instagram、Facebook 查找亚特聊聊天来甲我互动。那咱即礼拜即个内容就结束咯，那就拜拜，拜拜，多谢你的收听，谢谢，拜拜。